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1月19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一聊恒大清盘，聊一聊中国的房地产。最近这个一线城市关于楼市的政策又接二连三的出台了不少这个昨天北京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的标准，上海应该是前天取消的或者是上周五，北京紧随其后取消这个普通住宅和这个非普通住宅这个标准它的效果跟上海应该差不多。有人估算了一下，举了个例子12月1号新政落地后，在北京买房能省多少成本。以市民邓先生为例，因为家有2胎，想置换一套面积为138平方米的房子，房款约800万元。记住了他是要买138平的房子，是改善，它不是刚需。138平方按道理至少是叫32厅2卫一个厨房有的恐怕紧凑一点我说40都有可能，就是适合人多住那很显然它就受这次政策调整影响。这个调整之前呢，那你138平被认定为非普通住房，那非普通住房它要征收那个叫增值税它这个是二手房，那就是前面那个房东他当年是多少钱买的，是500万买的，那么这个邓先生要交纳增值税15万元。政策调整后，这笔增值税可全部节省。如果这个房子正好又是邓先生他家庭唯一住房，买的就这一套，那么契税这块又可以省4万块，就是调整之前契税12万，那现在的契税是8万，要省4万。它影响的就是这些上的想买大房子的，对吧？但是你买90平以下的没有任何影响。那第二个，广州又出大招了作为一线城市广州率先开购房入户。11月18日，广州市发改委发布了关于公开征求广州市户籍迁入管理规定修订稿意见的公告，征集时间为11月18号到12月18号，共30天。具体来看，对于广州市现行迁入户政策规定，新增了安居乐业、投资纳税2种入户政策，取消积分制入户年度名额限制，容许全日制大专学历入户广州等修订内容，进一步放宽落户条件，降低落户门槛。其中一条新增的安居乐业入户引发广泛关注。广州发改委表示，考虑广州作为超大城市，区域人口密度、区域分布不均现象突出，本着合理有序、渐进适度的原则，兼顾存量增量需求，实施区域差别化安居乐业入户。对白云区、黄埔区、花都区、番禺区、南沙区、从化区和增城区7个行政区内拥有合法产权住宅房屋且在本市连续缴纳社会保险满1年的人员，可申请入户。也就是说，你在这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你就能入户。你1年的保险呢，相当于你在这上班1年，你保险哪儿都要交嘛。也就是你在这些地方只要有房，你把保险一交1年，你就能上广州的户口。广州第一个放开购房入户，一线城市，这就标志着马上深圳恐怕也要放开，不会太久实际上最重要的是北京、上海。我觉得北京、上海也应该列一个叫过渡计划，比如说北京10年之内放开，有个10年的过渡期上海对吧，有个5-6年过渡期，这是就必须要做的。为什么这么说现在很多地方，就大部分地方户口都放开了，只剩下这么一线城市对吧，几个地方没有放开，这也是最后的堡垒现在户口上说这个附加的这个功能主要是教育对吧，当然也有其他的，比如医疗养老，但是那些就是差异不是特别明显，不是一个巨大的鸿沟最主要的就是教育。那随着现在新生儿出生率不断的下降，新生人口下降的叫断崖式下跌。我今天看了一个数据是甘肃吧，哪个县有一个县呢，今年只有5个新生儿，那是一个县只有5个新生儿，那是什么意思这比计划生育还狠呢，怎么就没人生孩子了呢？一个县呢，就是照这个趋势下去你有个10年上大学，这不是个问题人人都能考得上，大学会出现招不满的情况。那也就是说，户口上面的那个考大学这个限制这种教育的这种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你不放开，人家也不稀罕你那个户口了，无所谓对吧？在哪儿考大学都一样，反正都能考得上，为啥跑到北京去对吧？生活成本那么高，如果又找不到工作，那人家就不去就你那户口没有意义所以我认为上海应该要列一个过渡这个时间。实际上你说广州现在放开户籍迁入这个制度这个限制大家可以看到明年它到底能新增多少人口，有多少人愿意往那迁，我觉得这个打个问号也就是广州市户口到底有什么用对吧？你全广东省高考都一样，在哪儿考都一样。但是不管怎么说广州是一线城市第一个放开的它先来割一波不管怎么说
多少有一些人会迁过去啊。广州恐怕是想通过这个多卖点房子，对吧？你想迁来，你得买一套房。那广州的户口这个吸引力到底大不大，有待于检验啊。广州还出来了一个新的措施啊，这是羊城晚报报道啊，说广州将收购90平米以下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作为一线城市啊，这又率先打响第一枪，收购存量房。关键它出了细则。11月18号下午，广州安居集团正式发布公告，将在全市范围内收购满足90平米以下的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有意参加的开发商可于11月18日至12月18日期间报名。这一举措意味着广州收购存量商品房作为保障房措施正式从此前的增城区扩大到全市范围。咱们主要是看啊，它的要求，它就是他要收什么样的房子作为保障性住房，就是说通俗的，就是广州安居集团他要买什么样的房子，你什么样的房子他能买。这本次征集存量商品房范围为全市行政区域内已建成的存量商品房房源，烂尾楼不行啊，在建的不行，这已经建好的。然后更重要的是啊，房源所属项目周边交通便利，配套设施较为齐全。这个就灵活掌握了。这什么叫交通便利啊？有马路就叫交通便利，有高铁或者有地铁更便利，有邮局，对吧？有银行，有学校，这叫配套设施齐全。然后它下面有硬性条件啊，第一个是资产负债和法律关系清晰啊，这个比较好简单。第二个，已取得竣工联合验收意见书啊，这个也简单。第三个是面积在90平方米以下。四是房源全属信息可交易，不存在查封登记、异议登记等限制。五，优先选取整栋或整单元未售，可实现封闭管理的楼栋项目。这个公告没有提及这个收购价格，还总的收购金额，当然这个恐怕暂时也拿不出来，等到具体谈的时候，对吧？也可能会是双方共同确认。所以这里面有两个问题啊，你看它的限制是非常多的，一个是必须90平米以下的，第二个最好是整栋，如果整栋不行，那就整个单元。他这么做的目的实际上就是为了便于像这个保障房出租，你说它便于管理。我在想啊，广州市出台这个措施，安居集团呢，他发这个公告，现在都是大数据啊，对吧？广州市住建部门或者不动产交易中心，对吧？他们都有这数据啊，哪个房子没卖掉，哪个房子卖掉了，因为当时开发商一建好这个要报备啊，对吧？多少套房子，对吧？每一栋销售情况，他这个大数据一下就出来了，符合他这个条件的一共有多少套呢？他们心里应该有数啊。大家想一下啊，如果广州安居集团收的房子是这一栋楼里1套，那一栋楼里2套，对吧？一个小区里10套，另外一个小区里面5套，你说这么整的话，它的管理成本得多高啊？这怎么管理啊？那么广州安居集团搞得跟中介一样嘛，搞得跟链家一样，拿着一大串钥匙到处跑，你没法管理啊，你怎么出租啊？但是你说要是整栋，那里面有2套卖掉了怎么办？你要退钱让他搬走吗？对吧？这个咱还没说价格啊，就说这些硬性条件，恐怕把很多项目就拦在门外了，没法满足。全国有60多个城市啊，发布了这个收购存量房做保障房的这个公告，但是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说谁到底收了多少套。广州作为一线城市啊，也是第一个发布明确的这个条件要收购，这个值得关注啊。我们再看看这个湖北啊，有个地方叫咸宁啊，它出台一个政策啊，要购房最高可享受7万元补贴。根据楼市新政，普通家庭在咸宁市区购买房产最高可享受7万元补贴。业内人士称啊，根据当地现有房价水平，这已逼近零首付购房。根据最新政策，即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对在咸宁市城区购买90平方以上新建商品住房的家庭给予购房补贴。它这个补贴的范围还挺大，补贴的名目挺多，最多可以补到7万，相当于打85折，这个力度还可以啊。我一直说啊，如果开发商再让点力，对吧？开发商让10%，那就是相当于打75折，这样啊也确实减轻那些韭菜啊买房的负担。你相当于市场价本来是1万1平米，你现在是7500，对吧？这种让利啊，总比那个什么利息调低、首付降低、契税少一点，对吧？这个力度大得多啊。最近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个视频，这个 UP 主叫
陈杰森吧，好像是这个名字，他就谈到了越南的经济，越南的房地产。大家看一下视频啊。有人让我说说越南房地产崩盘的事儿啊，事实上越南不仅是房地产硬着陆，而是楼市、股市、债市、汇市四杀。胡志明交易所去年跌了30%，河内证券交易所直接拦腰砍，跌了50%。曾经幻想世界工厂的越南经济，怎么突然就出问题了呢？强调一下，咱们今天只是聊越南，也仅限于越南。明白。越南经济崛起啊，主要有3次。第一次是1992年吃到了苏联解体的产能转移。第二次呢，是我们2001年加入 WTO， 订单瞬间暴增，越南呢也跟着沾了点光，喝了点汤。第三次呢，是2018年前后，美国与某东方大型经济体出现贸易争端，越南又吃了一波产能转移。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越南的每次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外部需求和外商投资，自身的硬功夫和科研技术其实提升是有限的。陆在保持领先的地位啊，遥遥领先于同行，都遥遥领先，领先同行超过50%，遥遥领先，遥遥领先，我们继续领先，遥遥领先。除了依靠廉价劳动力以外呢，就是抄袭外商的技术，基本套路就是把外商招进来建工厂，然后本地企业偷师，等本土企业学会了呢，再把外商赶出去。但问题是，从前到后始终依靠的是低成本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多少附加值和高端技术的转移，只是低端制造的代工厂，所以不仅经济没有主动权，环境还遭到了严重的破坏。那么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呢，越南通过低成本劳动力向全球输出了大量的廉价商品，帮助某些发达经济体平抑了因天量印钞放水导致的通货膨胀，而越南则通过长期的贸易顺差赚取了大量的外汇。同时呢，为了保持汇率，越南国内也在印钞放水，于是天量的货币涌向了股市、债市、楼市，当然绝大多数都涌向了越南的房地产市场。一边是借钱给开发商持续盖楼扩大再生产，一边是借钱给低成本劳动力继续买楼创造需求，于是越南的楼市是一飞冲天。大家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好像房地产确实可以无限上涨，然后就是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往前冲。越南房地产就在这种因为要涨所以要涨的逻辑陷阱里一路上扬。但这里存在2个严重的内生性问题，一是购买端是有上限的，越南本地人是通过透支未来20到30年的劳动剩余才能从银行按揭贷款买房的。当所有人的杠杆都拉满，那就没有可以再消耗的劳动剩余了。也就是说，越南低成本劳动力通过出让未来30年的劳动剩余，支撑了某发达经济体能买到廉价商品的幸福生活。这就是凯恩斯那句话，从长远来看，我们都已经死了，因为你已经把未来几十年的劳动剩余都卖掉了。二是某些发达经济体并非一直会放水，当紧缩政策来临的时候，持续的加息就会导致外资撤离，三星、苹果开始陆续降低在越南的产能，那越南的资产价格就开始跳水，于是楼市、股市、债市、汇市四杀。紧跟着当年靠房地产发家的 FLC 集团老板郑文觉、万盛发集团老板张美兰、新黄明集团老板杜英勇等陆续开始出事，大概率问题都是因为负债率过高，当年违规加杠杆之类的。那么今年上半年呢，越南官方出台了一系列的刺激经济的政策，连续4次降准，但前不久还是大方的承认今年 6.5% 的增长目标完不成了。当然最终一切还是会回归平静的，不管是硬着陆还是软着陆，终归是会落地的，只是越南低成本劳动力过去和未来的劳动剩余被夺走了一部分而已。这就是越南经济的现况，咱们只聊越南，不涉及其他任何经济体，仅代表个人观点，不构成任何看完这个视频啊，我怎么总感觉他说的好像是另外一个国家，就像咱们说印度，其实不是印度，这道理一样。感觉印度它的经济啊和越南遭遇的是一样，越南的那些房地产开发商一个个的倒台，对吧？登缝纫机，那印度的那些首富、那些开发商不一样的吗？当然了，这是什么原因？仁者见仁啊，智者见智。最后我们再看2篇报道，一个是解放日报报道的，说年轻人重新理解股市。他说啊，这个90后把600万房款投入股市，9月底开始，在这轮万众瞩目的牛市之中，年轻人是如何理解股市的？解放日报说啊，我们采访了几位近期在股市里小赚一笔的股民，却发现一个现象，在谈及本轮炒股收益时，他们都出奇一致的平静。股市和股市里的人开始在这个秋天回归理性慢热的节奏。他说31岁的新手妈妈周西西总计在股市里投了600多万元，这还是新手啊，上去就600多万元呢，10个胡一金老师，这是他们家预备买房的全部房款。不过
这种大手笔的投入也是基于一个前提，他们判断大盘已经在很低的位置了，但令他没有预料到的是，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他们买的一些股票跌破净值，还能往下走，这时候就会怀疑，在股票市场原认为是常识的信条，也只是人云亦云的想当然。这个解放日报啊，在后面就没说了，31岁的新手妈妈，给人感觉她是家庭主妇，专门在家带孩子的，要不然不可能叫新手妈妈。居然啊，把600万房款直接投到股市。按照这个解放日报的说法，他已经被严重套牢，只是他现在这个时候有没有解套不太清楚，给人感觉像是跟胡锡进老师同时入市的。因为他去年下半年跌得最惨的时候，股票跌破净值，跌得怀疑人生。如果他去年把这600万买房，也可能会跌，当然跟他选的位置有关系啊，城市也可能没怎么跌，也可能跌了一些，但是啊，房子还在那，他600万大概是全款吧，拿买房的钱去买股票，这个像昨天咱们节目说的，拿这个货款装修款跑去买股票，准备割一把就走，结果被套。赚钱要这么容易，那在股市赔钱的是谁呢？这是拿购房款去买股票的。如果他600万全款买套房，对吧？他完全可以就不关心这房子到底多少钱，只要你不卖，你没必要天天去问中介，对吧？我这房子多少钱？然后你就不会患得患失，踏踏实实住着，房子涨跌你都不在乎，不以涨喜，不以跌忧啊。这个钱江晚报啊，他刊登一篇报道，说的是过气网红城市杭州有2个人合伙炒房，炒出了这个意见分歧。他这报道这么说的，他说2个人合伙买房亏了70万，现在一个想卖，一个要等，然后说你支持谁？事情是这样的啊，他说前几天啊，杭州卫科一小区发生了这样的一件事，几年前合伙炒房的2个朋友买下了一套二手房，面积126平米，楼层和户型都很不错，纯粹是为了投资，买入总价大概700多万元。今年9月，这套房子以640万元的总价在二手房市场挂牌，随后因为10月9号的新政缘故，看房的人明显增加，陆续看了几波客户之后，在这个月，其中一个客户就是炒房的那个人呢，有一个人对吧，他就跟这个看房的人呢当面谈价，谈到了630万元左右，单价大概在5万元每平米，然后只要房东同意，这个价格就可以立马签合同交钱。结果啊，到了这个地步，真的有人要买的时候，这个知情的中介告诉记者啊，说谁也没想到房东 A 就是2个房东嘛，房东 A 突然不想卖了。那房东 A 为什么不想卖呢？实际上虽然房东 A 没有明说他就是不想卖，什么原因说，但大概率跟新政后市场回暖有关。新政后卫科这边二手房市场有了明显回暖，之前3万5每平米的低价房源几乎没有了，89平米房源成交总价上涨20-30万的也不在少数。他们这个小区的房价在卫科二手房市场高层房源中是最高的，如今挂牌均价已达到5.6万元每平米。中介觉得房东 A 不想卖房完全在情理之中，不过房东 B 仍坚持卖房，两人谁也说服不了谁，那怎么办呢？2个人合伙炒房，那估计房本上写俩人名字吧。总之一个要卖，一个不愿意卖，一个说现在落袋为安，一个说再等等，赔的太多了。你想那700多万买的，630万卖，赔70万，不愿意啊。最终为了达到留住房子的目的，房东 A 就不打算卖的这个人呢，决定买下房东 B 所持有的房产份额。那是按什么价格买这个份额呢？那就参照这次跟买家谈好的总价630万元，对吧？按这个总价来估值，对吧？把房东 B 所持有的份额给收购了，然后这个房东 A 啊，收购了房东 B 的相应的房产份额之后，重新挂牌，把挂牌价调高到750万元，不仅不赔钱，还要再赚他50万。这个房东 B 啊，恐怕就认为楼市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未来房价也不可能回到从前，割肉离场，明智之举，对吧？然后小赔一点，赔个几十万，认栽出局，及时止损了。但是也有人看好，是未来这个未来城这儿房价还要飞升，对吧？重新挂牌，直接挂到750万。你看这个买股票是一个道理，有人买，有人卖，有人卖就有人买。说实话啊，我认为这个房东 B 的做法是对的，现在赶紧卖，趁还有人买，不要管那么多，卖掉，落袋为安，就卖掉为上，少赔一点，对吧？认个栽，越往后拖啊，会越惨。还以为要涨价的人，他总以为后面还有什么更厉害的人，对吧？钱更多的人涌进来抢房子，怎么可能呢？对吧？经济形势这样，等到上海再放松限购，对吧？上海彻底的
放开，杭州的房价大家可以自己想象。现在趁着上海没放开，杭州的楼市还能稳一稳。我今天看了一下阿里啊，这个前10个月的这个销售数据啊，阿里巴巴公布啊，截至9月，国内电商业务仅增长1%。该公司第3季度营收攀升至2365亿人民币，低于预期的2394亿元。就是略微低于那个预期，净利润增长58%到439亿元。我把这个阿里巴巴这个关键数据啊分析给大家听听。它的主营业务收入，一个上市公司啊，它的收入分主营业务收入还有其他收入啊。主营业务收入，我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你是造皮鞋的这个上市公司，它卖皮鞋跟皮鞋相关的产品，这个就是它的主营收入，它的盈利造血能力主要来自于主营收入，对吧？皮鞋，但是它还有其他收入，什么时候呢？比如说它20年前买了8套房子，结果现在他把那房子卖掉了。20年前的房子是1000万买的，现在值1个亿，等一下赚9000万，那这个也是啊，它是利润，但是它是不是主营业务收入？那阿里巴巴也一样啊，阿里巴巴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是电商啊，对吧？它还有相关的一些数据服务啊，对吧？这个阿里云啊等等，就是这是它的主营收入。主营收入啊，里面最主要的就是电商，就是 B2C， 这是它的核心业务，只有1%的增长，也就是你忽略不计了，使出了洪荒之力，增长了1%，不要回归滔天集团吗？结果主营业务是不行的，但是它今年还赚钱，赚了439亿元，这钱主要是从哪来的呢？投资，这阿里巴巴投了很多项目，今年丰收了，赚了一笔钱，很多项目卖掉，对吧？钱就回来了。那你有多少项目可以卖呢？这玩意儿没有可持续性，就像那个皮鞋上市公司一样的，你有多少套房子要卖呢？对吧？你那房子卖掉就没了。主营业务是源源不断的产生利润，每天都在产生，对吧？持续叫可持续性。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看看阿里巴巴作为这个过气网红城市杭州的一个代表，活得如此艰难，对吧？在走下坡路啊，看不到什么希望。你说它房价还能往上涨啊？那未来科技城主要是靠阿里巴巴，对吧？带起来的。阿里巴巴自己都不行了，你还琢磨那个房价还要涨到750万、800万、900万，创新高。未来几年啊，如果阿里巴巴业绩持续下滑的话，或者是增长乏力，这阿里巴巴它有可能搬出杭州城，搬到偏远地区，没毛病啊，对吧？把现在的楼租出去，它这就是属于降成本的。所以说啊，手上有房子要卖的，应该趁这一波有人还来看房，赶紧把它卖出去。过了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尤其是这个北京、上海、深圳之外的城市，就是广州以下的这些城市，有房有人问，赶紧卖，说不定明年连问的人都没有了，你挂出去根本就没人问。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